先下去吧，啊。哎，宋老板，是我。哎，画我可给您拍回来了，知道您好这口，没问题啊。咱们什么关系啊？得嘞，我等着您，啊。您怎么在这儿啊？楚大师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手。哼哼，画里还藏着秘密，藏着什么秘密啊？画里边藏的秘密。那幅画你也不是第一次看到了，它的构图并不复杂，里头只有雪山跟女孩啊。霍阳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画里头藏有什么秘密啊。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？霍阳先生，霍阳先生，哎呀，霍阳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画里头藏有什么秘密啊！这是你要的，这放下2张画没问题吧？按你的要求走，没有问题。话筒给我吧。
我说。其实那幅画不是我画的。爸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属于您的东西全都拿回来的。那幅画是我占有别人的作品，但是那个人已经死了，所以这画里头到底藏有什么秘密？我向您起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想不到雪山派的领军人物居然是个偷画的。楚大师，我与你合作10几年了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欧阳先生。除了被拍卖出去那一幅画，您卖出去的我的其他的作品都是我亲手画的。我保证，真的是我亲手画的。欧阳先生，我今天告诉您的事儿，全是真的。这件事儿就您知道，千万不能传到外头去。如果让外人知道了，我就身败名裂，一无所有了。到时候对您对我都没有好处，欧阳先生。那幅画是谁画的？说。是李奇峰。他？把那幅画给我找回来，否则你就等着给你的儿子楚之汉收尸吧。欧阳先生，我求您了，千万不能伤害我儿子啊！我那时候，欧阳先生，欧阳先生。
爸爸妈妈，我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第1步，我很快就会沿着你们当年的路出发，去寻找你们的足迹了。你做的可以，还行不错啊。哎，小天，是不是快到刑警队了？那是你一生的梦想吧？啊？不要乱说话。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。Give me 5. Yes. 不是你们可真乐观，没见刘所刚的脸色啊？怎么了？所长，谢谢你。各位，我在这里也谢谢你们。我觉得没什么好骄傲的，也没什么好夸赞的。我只是在我的岗位上呢，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还有，我觉得比起我个人的荣誉和嘉奖来说，我更看重的是我们这个集体，我们这个集体的成熟和进步。金小天，请不要打断我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职务。姓名金耀天，籍贯是上海市黄浦区，年龄25岁，职务是霞浦路派出所警员。给我们去支流市。金小天，快点！金小天同志是吧？是。有几个问题得跟你核实一下。好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如实汇报。昨天晚上7点45分，师傅，这就是昨天最靠近那几个人的小同志吗？监控显示，黄鼠狼在抓之前，他和这几个人有过短暂的接触，而且这小孩子啊，私自上楼，参与着对黄鼠狼的追捕。7点45分你在哪里？7点45分，我应该是在大堂附近吧。你为什么离开了自己的岗位？不是，我看到有可疑人物，所以我就跟踪上去。在离岗之前，你是否有向上级汇报和请示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汇报和请示？我想自己先判断清楚，我怕自己贸然请示的话会打乱整个行动计划。你是否有对你的发现保存证据？我有进行拍摄取证，但是后来被他们发现。他平时表现怎么样？干劲儿足，能力很强，不过有些冲动。唉，有些事儿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可以教。就是说，师傅，让普通公民亮子一会儿看看反应，行吗？好。是有关可疑分子证，对吗？你先等一下，换个人给你打。冯队，刚才记录的给您。不用看了，忙你的去。是。
站起来说话。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坐。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刑警。再问你几个问题：你当时为什么要去追黄鼠狼呢？我看到他跑了，我就从另外一条路绕过去堵他。你是觉得没有你，他就得跑了？那倒不是，我只是觉得不能让他给溜了。冲上去的时候怎么想的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想堵他。那你就不怕？怕？怕你还敢上？怕是我自己告诉自己要小心，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技战术素养非常有信心。你当时见过那几个人是什么样子，还能记得吗？记得。一共有5个人，我一个一个说啊。第一个人，身高差不多1.75米，很瘦，他的特征是在左臂上有被刀砍过的白色疤痕。第二个人，身高差不多也是1.75米，身材中等，偏分。第三个人呢，身高差不多1.72米，体态微胖，鼻孔很大。第4个人身高跟我差不多吧，应该是80左右。我跟他交过手，所以我知道他的身手很好。第5个就是他们为首的了，他的特征比较明显，他是里面身高最矮的，差不多70左右，眼睛很大，头发花白，最主要的是在他的左眉毛上有一个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一个疤，有点像闪电的形状，闪电一样的疤痕，就是歪歪扭扭的那种。你当时跟他们有什么接触吗？我当时偷拍了他们的视频，结果被他们发现了，那几个马仔就冲上来要搜我的身。后来呢，我就把证据给转移了。但是后来刑警抓捕的时候，我发现好像他们并不是刑警要抓捕的目标。那几个人看到刑警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太夸张的反应。现在见到他们，能认出来吗？那一定能。好，现在你先去跟我们去画像，尤其是要把那个闪电的疤痕给我画清楚。是。师傅，师傅，人我就带走了啊。希望小田在你的指导下茁壮成长啊。师傅，借调通知呢，回头我送到派出所，正好我也顺道尝尝师娘的手艺。哎呦，快滚吧！就不，谢谢。小田，什么情况？你刚刚挨骂了没有？小天，怎么了？收拾东西干嘛呀？是啊，怎么突然收起东西来了？哎，什么情况，小田？小天，就趁这次多休息休息嘛，啊，加油！哎。各位，如果你们以后想我，就去缉毒大队找我。喝口水，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没什么，网上瞎逛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也下载了楚之汉的这个 APP 啊？你认识他？他还需要认识吗？他是我们沪上排得上号的钻石王老五，听说最近刚从海外留学回来，
这又高又帅又有钱，那简直是所有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。不过我看他不是个创业的料，他这 APP 估计也快完了吧？哎，那你知道他平时会不会像普通网友一样在下面留言呢？当然了，质量高的帖子和照片他都会亲自点赞呢。哼，不过你猜他网名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万水千山。是不是很闷骚？确实有点儿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还有报告要写，你先自己逛啊，我走了。跟你们老大说一声，我这房租这2天有交啊，让他别着急，好吧？我们一定尽快啊！哎，来了，跟龙哥说一声，这2天就交，谢谢兄弟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boss， 你找我？哎，你去问问物业，我们交这么多房租是干嘛了？啊？让我们蒸桑拿呀？哼，这不都拜您所赐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您看咱原来多大的产业，楼上楼下2层，上千平米，那楼下车行也是咱的吧？现在呢，车行您盘给您朋友了，就剩这楼上3间办公室了。房租还没交，那也不至于给我们停空调吧？楼下还做不做生意了？您还说呢，人楼下找我好几回了，要不是您朋友早跟我急了。刚才我还跟人解释呢。账上还有钱吗？给他们打过去吧。不是，有没有钱您不知道啊？就咱那 APP， 要流量没流量，要大数据没大数据，要广告没广告，自然也就没收入啊。钱，你别跟我谈钱，我们现在做事业，谈理想，谈什么钱？说白了，就是现在的人太浮躁了，根本看不懂我们做的这个慢生活的东西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觉得这个观念马上就要改变了。哎 ，boss， 那咱这月房租甭交了啊，您去找物业，跟他谈谈您的理想。反正我跟人家谈，人家肯定不会在乎我的理想的。要再不行，您把您的最爱卖了，咱换点租金。我卖了你，也不会卖他。那个，冯队长，开会吧，啊。都到了吧？好啊，同志们，逃窜多年的黄鼠狼已经被我们抓捕归案了。这意味着，我们部署2年之久的302收网行动顺利完成。此人呢，常年在东南亚各国流窜，跟几个贩毒集团都有牵连。对于这条大鱼，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深挖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。另外呢，我要提醒大家，不要因此而放松警惕。罪犯是不会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好好睡觉的。希望大家呢，再打起12分的精神，能不能？
我在排查这次行动视频的时候，发现了这个人。经金小田同志做的画像确认，他就是胡志辉，代号辉哥。他就是20年前那桩特大贩毒案的嫌疑人。可惜啊，当时由于主要的证据不足，只判了他20年。最近呢，刚刚刑满释放，刚刚出狱，就出现在了这次的拍卖会现场，应该不是一个偶然。所以，对于这次的拍卖会，绝不能轻易的放过。这个辉哥很嚣张啊，能让他亲自出吗？这东西一定很值钱吧？在拍卖会上，最贵的东西卖了多少钱？是楚鸿飞的一幅成名作，拍了850万。英子，你查一下，看看是谁把这幅画给买走了。是一家叫得力的财务公司，老板姓赵。看来我是需要去会会这个赵老板了啊！小马，到时你跟我去。是。啊，这是呢这次出现在拍卖现场所有人员名单，一共400多人，大家要逐一排查，人手一册，啊，分头去查。散会了。彭队，那个胡志辉能不能交给我来查？辉哥先不要动，你负责排查这份名单最后5页的人。啊，行。冯队，你的眼睛很好奇吗？我把你请到这儿来，不是为了排查我的眼睛吧？啊，是。对不起，冯队。你怎么不开灯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吧，我走了。倩，你明天去那家拍卖公司打听一下那个买家是谁，然后联系他，把那幅画买回来。为什么？照我说的做吧，买回来。好吧。哎，你这服务生怎么回事？你走路你看着点啊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没关系，走了。志汉，你看你，
天天这么晚回来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是不是饿了？我让陈妈给你做点宵夜。不饿，我在公司吃过了。好，那你吃过了就早点休息啊，我也去睡了。哎，妈，来，你坐会儿，我陪你聊会儿天。这么晚了还陪我聊天？啊，妈，这肩酸不酸？好久没给你按了，我给你按按吧。啊，说吧，啊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呀？还是我妈明察秋毫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那公司的物业催我交租，今天把我空调都停了。你说这大热天的没空调怎么工作呀？他们还说了，再不给钱，把电都给断了。妈，这种事儿你不能看着不管吧？啊？断得好。啊？我说断得好。哎，儿子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和你爸爸的产业将来都是你的，你非要自己在外面开公司，你以为公司这么好开的？还是回来吧，早点回来熟悉业务，免得你将来正式接手的时候手忙脚乱。哎呀，妈，我现在不是问你要钱，我是跟你借点钱周转一下，等我公司有钱了，我马上还给你。再说了，我爸不是刚卖了一幅画吗？你别提那幅画了，你爸爸还是舍不得，他要高价回购。回购？唉，所以画廊的资金现在也很紧张，你就回来帮帮妈妈吧。啊，你回来也可以当老板的，一样的。那怎么一样呢？这画廊是你跟我爸一手打拼起来的，你们有特殊的情感，那我对我追求的事业也有特殊的情感，我也得打拼出我自己的一片天呢，你说是吧？啊？那好吧，那你打拼吧，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。哎，妈。梦开始的地方，醒来时已破碎。Lily， 她的身份证登记名叫李新月，今年25岁，四川宜宾人。从小父母双亡，2010年考入了上海大学设计艺术专业。2014年大学毕业以后便留在上海，现在居住在闵行区老里弄的一间出租房里。在毕业以后一直到现在，他总共换过了3份工作。分别是行政文秘、广告设计。在半年之前，他进入了一家叫做 ET4S 的旅游网站，担任美术编辑。我还调查过他的经济状况，他基本上属于一个月光族。他的银行信用卡都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一种状况。参加到这次拍卖会的人员中，其他人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，只有这个李新月最可疑。
胡志辉他们是一伙的。通过他的工作还有经济状况来判断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贩毒集团内部的人，因为至今为止他并没有跟胡志辉取得联系。我判断他只是在外围帮他们做事情。目前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从今天开始，24小时对李新月实行全天监控。是。小天儿，你负责打入他的生活圈，进一步了解确切的情况。是。恭喜啊！恭喜我？我有什么好恭喜的？你那个烟雨杏花节策划案，市场部门通过了啊！据说还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哎，晚上请你们俩一块吃饭啊！大爷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打听一下，李桂花知道住哪里吗？哟，谁找我呢？哦，嗨，啊，谁呀？大爷，我小天。小天儿，你听说了吗 ？Lisa 订婚了。怎么可能？她不是刚失恋吗？不是去什么塞班岛度假了吗？就是塞班，在塞班潜泳的时候碰见一个英国人，直接就订婚了，火箭一般的速度。搞什么？这叫艳遇好不好？你别说，这艳遇要是能持续下去，那也算是爱情。根据我的经验啊，这旅行是绝对能检验一个人的。这俩人能不能长久，合不合适，一场旅行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哎呀，好啦，艳遇就是艳遇，它并不是爱情。